今次星島地產網帶你睇地盤，同大家去到位於將軍澳石角路6號駿盈2期項目，由長江實業發展。駿盈2期由3座大廈組成，一共提供872個單位，實用面積由499至到765方尺。間隔方面，項目設有2房及3房戶型，另外仲包括有20伙嘅連天台特色戶。項目毗鄰駿盈1期，而對面則為日出康城區。周邊環境以翠綠嘅山巒及園林為主。駿盈2期南面嘅單位可以遠望藍塘海峽，但南面亦同時係將軍澳基本污水處理廠嘅所在地。駿盈2期鄰近日出康城區，嗰度設有大型超市及洗衣店等，可以滿足到居民嘅生活配套上嘅需要。又或者可以到駿盈1期嘅門口乘搭專線小巴，到港鐵康城站，前往將軍澳市中心嘅大型商場。交通方面，項目對出嘅環保大道設有巴士路線到坑口、旺角及美孚等地，亦可以選擇由項目步行約8分鐘到港鐵康城站。而港鐵 A 出口外嘅公共運輸交匯處，嗰度設有巴士直達尖沙咀。跟住落嚟，帶大家聽下附近居民對呢度嘅居住環境有咩意見。你覺得駿盈嘅居住環境如何？OK，好好。係咁，點好法喺邊度咧？寧靜咯，冇騷擾咯，係咯。咁個空氣質素你覺得點樣啊？呢度？我諗都 OK 啦，有山有樹啊，一定空氣好啦。係交通都 OK 啦，又有小巴到啦。係咯。咁你主要都係出入都係靠地鐵定係小巴？兩樣都有。咁你覺得班次我唔趕時間應該冇乜所謂。交通都 OK 嘅，即係而家。會搭咩車出去㗎？嗱，如果去將軍澳咧，咁可以行過去首都搭嗰啲 Settle 嗰啲車啦，嚇。咁如果去坑口咪就 van 仔咯。咁班次頻唔頻密啊？OK 㗎都。咁空氣咧，你覺得空氣？空氣普通啦，好大塵啊！真係。唔知啊，總之好大塵啦。味就冇異味，但係就好大塵。環境舒唔舒適啊？呢邊？都比想象中差嘅，因為可能大塵。一來呢度有個地盤啦，另外出邊嗰個環保大道嗰啲環保車咧，即係裝回收嗰啲咧，就會好大塵咯咁樣。我哋再睇睇駿盈2期四周圍環境。最後，我哋再睇下駿盈2期嘅外貌。